之前珠海嘅朋友帶我嚟咗呢個樂士文化區，原來呢度有好多文化產業，仲有唔少嘅食肆。中午食晏時間，好多喺附近返工嘅人都會嚟呢度食午飯㗎。我總共嚟咗2次，幫襯過2間餐廳，一間係呢一間食堂，地方乾乾淨淨，類似湖北小碗菜嘅形式，你鍾意邊樣就攞邊樣，睇下佢啲菜式係咪都好多選擇呢？選好餐之後就可以去畀錢食飯啦。你睇下環境係咪幾好呢？食物質素都唔錯㗎。食飽之後自己收拾返碗筷。嚟呢度食飯嘅多數都喺附近寫字樓返工嘅人，大家都相當自覺。另外一次我就幫襯一家規模細啲嘅，佢標榜靚雞，包括雞湯粉麵，又或者手撕雞套餐。試過之後我覺得味道真係唔錯喎，老闆都好好人。2次體驗之後，我都幾鍾意呢一個文化區，得閒嘅時候嚟行下食下都唔錯㗎。你哋有冇嚟過啊？